大家好，歡迎收睇《毒海浮沉》，我係司徒夾帶。咁跟開呢個 channel 嘅朋友都知我係專攻膽機嘅，因為我好中意膽機嘅聲音啦，望落去又好靚係嘛，見到都已經開心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玩膽機同玩膽啦，成日咧都留意下，有冇新產品啊、新膽啊咁樣。今集咧就為大家帶來一對新嘅 300B 啊，唔止對膽係新啊，連個牌子都係新嘅。個品牌咧就叫做高科，高低個高啊，嚴苛個苛，唔知係咪形容嗰個製作過程啦，定係對自己嘅要求啊又高又嚴苛咁樣啦，係一個咧近年先至啱啱開始嘅品牌。咁啊台面呢對咧，佢哋叫做3000T， 咁其實咧就係可以直代 300B 嘅。咁我一嚟咧就俾佢呢個形狀吸引咗，佢係一個闊少少嘅葫蘆形。咁啊 300B 其實市面上都唔少形狀啦，最傳統嘅葫蘆啦，跟住有茄子啦，咁啊德國出個直管啦，咁啊神台燈膽嘅咁又有啦。咁呢個咧就係闊少少、肥少少嘅一個葫蘆形啦。咁俾錢入手之前，梗係所謂要爬下文，了解下佢有咩技術含量喺裏面啦嚇。咁佢哋聲稱咧，佢哋做嘅電子管即係個玻璃裏面嗰個真空度係比其他嘅品牌係高嘅。咁點樣可以做到呢個高嘅真空度咧？就係佢用到醫學級嘅 CT 技術咧去做嗰個真空。咁咩係 CT 啊？即係我哋成日話身體檢查都係照 CT 嗰個 CT啊。咁高嘅真空度咧就可以令到電子管幫電子管裏面嗰啲電子嘅流動就更加順暢同少干擾嘅。除咗真空度提高之外咧，仲有兩樣比較少有嘅金屬咧，就加咗喺裏面，就提升個音效。第一咧，喺個碳化嘅柄極上面咧，佢哋話擦咗一陣叫做鋯嘅金屬金字邊做個鋯字。另外咧就係燈絲咁亦都叫鎢絲啦。本身嗰個金屬就係金字邊做個鎢字噶啦燈絲除咗用鎢做一個基礎物料之外咧，亦都加入咗稀土嘅。咁加咗呢兩種金屬落去裏面唔同嘅結構嗰度之後咧，希望提升呢個旗艦級嘅3000T 嘅音效希望震撼到用家嘅，因為咧都係新品牌嘅省招牌之作如果對我頭先講嘅資料咧有興趣，想了解更多詳細啲嘅話咧，我就擺咗喺eShop 上面嘅。咁當然係繁體字之外，仲加咗少少注解添啦。好啦，我見佢個外形咁特別，又加咗咁多新技術落去，咁終於咧就決定買一對翻嚟。咁首先拆開咧，見到咧，一定係驗屍睇個做工啦，係咪？咁其實咧睇一支膽個做工好唔好咧，就係睇所有嗰啲接駁嘅位置，譬如玻璃同管中間嘅接駁啦，燈絲同個雲母嗰啲接駁啦，總之將兩件嘢拼埋一齊，嗰啲中間位做得靚唔靚？咁呢支3000T咧攞上手，你就算驗屍咧都揾唔到咩瑕疵或者破綻嘅。嗰啲水銀好對稱、好均勻啦。咁下面一個白瓷包金屬嘅，左啲金屬又好 shiny、好閃亮、好靚啦，印字又印得好清晰、好水平啦。最主要咧，其實咧我中意睇每一支膽佢擺嗰個柄極個高度同埋水唔水平第一最好擺到係垂直水平啦。第二每支膽嗰個柄個高度咧都係一致嘅，唔會兩支拼埋一個高啲一個低啲。咁3000T 咧都做得唔錯。驗完屍就梗係開聲啦，我就將佢插咗落去 R100 嗰度美獅嘅 R100 係 300B 推805嘅膽機。咁我一換咗上去之後咧，第一樣發現咧就係嗰個偏壓高咗好多，高咗大概10幾20度啦，即係本身82，一換咗呢對膽上去咧，哇，兩支一齊去到130幾咁我就好簡單啫嘛，咁咪調翻落去120咯。咁但係即是話俾你聽呢對膽本身個讀數係高嘅，即係一對狀態非常之好嘅膽啦。咁首先一開聲咧，比對我聽開嘅 300B， 即係最靚嘅西電 300B 又好，或者近代啲我覺得非常唔錯嘅貴族之星復刻西電 300A 都好啦，嗰個取向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頭先講嗰兩款西電膽咧，嗰個味道嗰個密度會集中喺中頻多少少。咁但係呢一對3000T 咧個表現咧比較平均啲如果以嗰個分析力同埋平均程度咧，有啲接近呢個貴族之星嘅 ACME 系列。
但係如果比較於 ACME 咧，我覺得 ACME 係淡少少，高音去得盡少少。咁但係咧呢一對嘅 3000T 咧，平均得嚟咧冇咁淡，有翻少少味，同埋有翻少少貴氣嘅。嗰個貴氣可能源自於嗰啲聲音嗰尾個少少糖音，多咗一種令人好舒服嘅糖音喺後面。咁呢個咧係一個我幾中意嘅聲音嚟㗎。咁部機咧再開多20至30分鐘到啦，即係隻 CD 聽到一半到啦。咁我覺得啲線條咧開始再和諧啲，同埋再滑淨啲啦。雖然佢哋聲稱出廠之前呢對旗艦膽咧係會老化48個小時，即係2日咁耐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全新膽始終都喺自己部機度 run in 下，同埋每一次開機，其實每一對膽都有一個進入狀態嘅時間。咁佢進入狀態嘅時間大概係20到30分鐘到啦。咁我又聽到一個好 smooth好滑淨嘅線條。咁開始我頭先講嗰個貴氣又再明顯咗啦，即係一種清秀嘅感覺啦。最適合咧就係收聽呢個小提琴或者係女高音呢兩樣嘢，我覺得哇呢對 3000T 咧都表現得非常之唔錯嘅。咁除咗呢對 3000T 之外咧，高科仲有其他產品，咁但係型號唔係多有845，有211，有274B，但係每樣咧都係得一個型號嘅啫，即係211就係211噶啦，唔會話211有成4-5種845有4-5種暫時冇211就做好一隻845做好一隻，咁跟住有整流管佢哋叫590同埋591嘅，咁總之咧呢個新品牌咧佢哋嘅產量唔高，同埋佢話俾我聽個損耗係好多即係唔得佢就抌噶啦，所以出得貨啲咧都係啲靚膽揀手膽咧先至俾啲客嘅。咁所以如果你玩開 300B 尤其你中意聽小提琴聽女高音又唔介意俾下機會呢一個咁用心嘅新品牌咧，咁我覺得大家咧係可以試一試呢對 3000T 嘅。咁除咗 3000T 嘅技術規格我已經擺咗上網之外咧，其實頭先提及嘅211、845等等嘅一啲佢哋用開嘅新嘅技術加咗落去嘅新嘅技術咧，都擺咗喺網店嗰度。咁好歡迎大家咧都上去睇下嗰啲文字嘅。有興趣查詢交流，甚至預約試聽睇下對實物嘅咧，咁記得 WhatsApp 我啦。